北区公所每一档由各里里长推荐，拢会举办魔幻母亲表扬。今年疫情虽然愈来愈严重，不过伫严格遵守防疫要求，28号上午伫温馨感恩的气氛当中，嘛顺利来表扬10位魔幻母亲对家庭、对社会辛苦付出。伊些进前嘛，互囝儿来表达对母亲的爱。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！感谢我的妈妈把我们抚养长大啊，谢谢妈妈。要不要抱一下？抱一下就好。哎，对，好，谢谢。今年所表扬的魔幻母亲，每一位不止扮演好母亲的角色，嘛关怀社会，互母爱延伸到社会，使人感动。表扬典礼当中，北区甲中西区的议员甲参选人嘛踊跃出席，趁机会争取支持。同时见证母亲的伟大甲荣耀，场面盛大。今仔嘛真感谢咱各里吼，拢会使踊跃来推荐着这个魔幻母亲，而且嘛祝咱这魔幻母亲吼，母亲节快乐。那上个主要呢，咱这边因为防疫的关系吼，所以我改变过去咱的迄个聚餐自助餐的形式，所以咱这边吼来这表扬除了咱满满的祝福咱这魔幻母亲以外呢，拢互咱参与的人来领着餐盒，来返去厝来享用。安尼我想会使兼顾着咱这个防疫的需求，嘛会使达到咱来表扬这魔幻母亲的这个重大意义。以上感谢大家。咱这边咱北区拢总有10位魔幻母亲来接受了这个表扬。即摆北区33里所推荐的10位魔幻母亲，其中花德里同吴幸子嘛将代表北区前往市府接受表扬。台湾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。